生日快乐！红茶小天使又来了。你哪一个朋友不认识？这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可不可以不要不理我？啊，就知道我们认识对我最好的。我跟他可是比认识你们两个还要久哎。对啊，我是 girlfriend 哎。今天礼物真的很多哎，比去年还多哎。光，你不去来拆礼物吗？嗯，先等我这边练完。哪有人生日在练琴的？你先不练，他也不会发现啊。琴不能不练，手感还不见。而且我要把老师交代的都练完了。啊，不然现在吃巧克力。生日快乐！喜欢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款的？拜托，我那么懂你哎。我爸妈今天晚上有订很好吃的餐厅，没关系。我今天不太方便。又是他吗？他真的有这么好吗？我看你常常都不开心哎。他也没有你讲那么糟啦。他是没有照顾好你。今天该被照顾的人是你耶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唱的太难听，我都弹错了啦。好啦，那我先去社团拿东西，回来再找你。拜拜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哎，你红茶小天使又来了。就算没那么完美，也值得一直往前。真羡慕你有自己的小天使。你一定也会有的啦。事情真的很多哎，而且都应付得来。而且你爸又给你一个新任务，要你选学生会长，你真的应付得过来吗？有计划就没问题喽。好，好啦，不聊这个了，我们先来整理资料吧。好啊。为什么我感觉瑞最近都在强颜欢笑啊？你昨天晚上去哪？去朋友家吃来玩啊。朋友。哪一个啊？不认识了。你哪一个朋友我不认识？好啦，改天介绍你们两个认识。那干嘛不来住我家？我家很大哎。好啦，你等我一下。旭章他影片突然爆红哎，怎么办法理解？会不会是为了圈粉丝才自己捧上去的？他才不是这样的人呢。不是这样的人。你们很熟哦？猜的啊。那，对了，不会。怎么只买一瓶？啊，我就刚好做10块啊。你这个复习做的怎么样？哦，这一题啊，有，我昨天有读到这一题。下次我再多帮你复习。很扯哎，理化作业到现在还没做完。我想说很简单，现在再做就好。是因为你爸帮你加新课吗？哦，对啊。什么课啊？就上礼拜新找的那个老师的课。课很难，老
师也很严格。所以是因为这堂课你不能用手机咯？嗯，上课不能用手机。是因为老师，还是因为徐启章？你为什么要说谎？我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嘿，瑞，你在干嘛？哎，我给你的纸条你有拿到吗？我给你的蛋糕和早餐你有吃吗？有。然后呢？哎，我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可不可以不要不理我？你确定你有想清楚吗？我一直想跟你道歉，你要相信我。我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跟你讲而已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我要什么？提示？你觉得呢？我叶广发誓，以后有什么事情都会告诉你。原谅我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好不好？啊！痛哎！要原谅你也不是不行啊。那我要10张夜广按摩券，还有1个月帮我跑腿买午餐。你说这样，还有1个月的跟你，没错啊，就知道瑞瑞对我最好了。嗨，范好，有空可以聊一下吗？什么事啊？我看夜广最近因为你一直在烦恼，那关你什么事啊？因为看他为了你难过，我很担心。我都没有担心了，你要担心什么？对，我知道最近跟他走很近。没有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真的很在乎他。我希望你可以接受我。都高2了，为什么要现在才跟他好？我也没想到能跟他变成朋友，只是想到他在我人生最难过的那一刻出现，还帮了我。现在居然还能遇到他，而且还可以走这么近，我觉得好不真实哦。我怎么闻到一股恋爱的酸臭味啊？哎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啊。所以，只想当朋友咯。我跟你说，喜欢一个人很辛苦，尤其是夜广，他什么都好，可是在恋爱上面的天赋要1%。我要一杯红茶，微糖去冰，谢谢。好，我要一个草莓欧蕾冰的，还有一个热拿铁，糖浆多一点。好，没问题。谢谢。你怎么点2杯饮料？你不是不喝咖啡？是谁说我们2个之间不能有秘密的？喝咖啡不是守护你。咖啡是点给我男朋友的。你男朋友？你怎么没先跟我讲？他不是那个上次一直让你不开心的那个人？你们居然认真交往？不是，之前那个让我不开心的烂人，是一个解救我的暖男。啊，哎，肚子还蛮饿的。啊？
你看吃那么多菜还不够，蛮像我们家小王会做的事啊。什么你们家？反应不用那么夸张吧？我跟他可是比认识你们两个还要久哎。对啊，我们是 girlfriend 哎，girlfriend 又怎么样？亏我刚才特地帮你做一道菜。哦，你在干嘛？学你们的啦。徐启章，干嘛？你有听过一个传说？什么传说？你现在双手抱胸，看可不可以看到你的后脚？双手抱胸，嗯哼，看后脚。起飞喽！你很无聊哎。什么意思？哦，说他这样看起来很可爱。这是我高中生的梗。哎，我真的很饿，那我去买东西吃吧。走吧。